HR 路有嘢到喎，睇下咩嚟先。咦，唔喐嘅，咩料啊喂？咩嚟㗎？贖金？唔係啩？呢個係典型嘅釣魚郵件加號勒索軟件組合攻擊，雖然顯示名係一樣，但係睇真啲個實際地址，佢係去咗個奇怪嘅 IP 地址。咁我又要重做啦，頂！我哋以後有咩方法可以避免呢啲問題啊？我哋冇踢底實中招㗎喎。想系統性咁提升成間公司嘅防禦力，宏業教育中心嘅課程就係為此而設。我哋嘅辦公室網絡安全實戰班會用真實案例教你同同事點樣一眼睇穿釣魚攻擊。進階課程更會教點樣設定多重要素驗證同部署防護策略，從根源堵截漏洞。與其出事後先補救，不如而家就打好基礎。立即 click 下面連結，為你嘅團隊裝備最新最實用嘅網絡防衛知識。NITTP 課程仲有資助喎，快啲叫你同事一齊報名啦！